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赶紧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暂停，呼吁各国赶紧协商。咱的总统赖清德证实，咱送出计划得到正面的回应嘛，列入去第一批谈判名单。其中的关税战影响美股大落，连带台股嘛青顺顺，不过国安基金护盘，台股清悬收伫咧19528点。对基隆港出发的邮轮沙伦纳号，因为各种交伫咧Okinawa，按算下晡转来到台湾，游客遭自救会要求退钱。新闻头起先，咱来关心到美国总统川普暂停对顶关税的政策90天，呼吁各国赶紧和美国来协商。咱的总统赖清德嘛证实讲，咱伫咧第一时间就送出相关的计划，得到美国政府正面的回应，嘛将咱台湾列入去头一批谈判的名单内底。不过，另外一方面，川普甲中国扣的关税累计有到145%，美中关税战升级，互投资人不安，连带这美股、美金又个大落。美国总统川普突然间宣布暂缓实施部分对顶关税了，办事叫世界各国赶紧甲美国达成协商，包括关税提悬到125%的中国，一个暂缓反制关税措施的欧盟。What happens with China? We would love to be able to work a deal. They've really taken advantage of our countr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y've ripped us off beyond anybody. They decided to hold back. I thought they were very smart. Look, the EU is very smart, but they really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true sense,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 think that we'll end up working out something that's very good for both countries. I look forward to it. 美国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讲，大概有15个国家送关税协议提案来，其中有一寡国家已经正晚达成协议。不过，伊无愿意讲有多一寡国家，就伫咧市场抑搁伫咧消化川普暂缓部分关税所带来hiệu出的时间时阵，美国随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加扣关税，政策变来变去，国家上美中贸易战升级。加深投资人的不安。美国股市伫拜四个全面下滑，美金也同时行弱。Markets are reflecting, one, some major exhaustion, and two, just what they're hearing in the news, which is somewhat good to hear in the moment you hear it, but long-term not adding to actual stability. 原本想要用对美国进口产品扣25%的关税欧盟，伫川普暂缓实施对顶关税了，也暂停反制关税计划90天。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是互谈判一个机会。不过专家认为，欧盟其实无想过侪选择。Trump is really bullying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he knows very well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does not have much of an alternative. And they would like, I will not say crush, bu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a weaker European Unio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etter pays attention. 专家也认为，若川普扣关税，成本就会加伫咧卖出去的计销顶头。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消费者拢会受害。面对着这种关税措施，欧洲未来将会对美国真正的意图保持高度的警觉。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美国总统川普暂停扣对顶关税，敢若将美国股市扛起来一天。这阵美股四大指数又高收乌，道琼指数是大落上千点。连带今仔早起，台股开盘规个青顺顺，盘中上加是有落到18418点，落百到600点。不过因为国安基金正常护盘，咱台股清悬是收伫咧19528点，台积电嘛有起收盘是起到889点。
在伊台股开盘，受到美股四大指数大落的拖推，早盘盘度延续前一天大起的势面变大落，以18772点开出，盘中上价来到18418点。啊，不过在国安基金进场了后，台股随个攻起，盘中上悬来到19323点。台积电又升变红，盘中上悬来到885块，传出国安基金的规模有可能为5000亿增加到1条。整个国安基金未来的整个规模扩增上面，我认为只要一旦确定这件事情会发生，应该在短期投资人信心提振的部分会有一定的帮助。我们的跌幅跟美股相比来讲是相反的，好，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台股的基本面表现得非常强劲，那包括昨天财政部公布的台湾的这个出口，已经连17红了。分析师认为，台股最近因为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短期可能大起大落。若是美国是利率起价，美股就会回稳。国家关税政策渐慢90天，对台股嘛有利。而且市场会因为关税政策提早优惠的效应，有助支持台股的基本面。根据财政部7日的公布，3月出口金额495.7亿美金，那创下历史新高，年增率嘛10.6%。第一季对美国的出口金额是220亿美金，嘛超过对中国甲香港出口的金额169亿美金。如果说目前的这个对等关税没有办法拆弹，而且在90天之后持续上路的话，在这个整个出口上面，还是美国跟中国会是我们2个最主要的出口市场。这个很难讲，就是说未来哪一边的这个整个出口值会比较高。专家表示，观察第一季出口数据，一旦看到极端引起优惠效应，短期间内空运费原来对你有关。若是这90天内，台湾敢有法度解决关税问题，嘛关系未来出口的发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到茶叶是咱出口去美国的主要产品之一。去年外销去美国的产值有到7亿之多，占整体茶叶外销不到3成。即马因为美国的关税变动，出口商表示也搁咧观察状况，恐惊是爱3个月至半冬以后，这关税对订单的冲击才会呈现出来。农业部今仔早起嘛邀请业者做伙来讨论对策。美国扣对顶关税可能会冲击茶米的产业，农业部将农民和出口商座谈，要讨论对策。因为茶米的产业较复杂，目前台湾家己生产12000多吨，不过嘛进口28000多吨，出口量要7000吨，以美国是占上多，产值有7亿600万。业者搁咧观察这对顶关税的影响，可能要过几两个月才看得出来。不可能是就是短期内必然会受到影响，是到3个月到6个月、半年之内，以后才有可能会比较有明显的影响。茶米出口美国的产值占整体茶米外销的3成，农业部指出，这数量占国内生产含进口量的16%。以蓝茶米、红茶甲绿茶占上多，真多关啊饮料的原料等等，对国内自产的品牌茶米影响应该是无大。不过，若准美国的消费市场需求有减少，咱销去美国的产品可能就销不出去，伫国内排斥。因为它的关税提高，所以会造成它的消费萎缩。所以消费萎缩的状况之下，可能我们在生产面积或者是在农民，我们必须要扶持它。但是长远来看的话，我们是有信心可以卖得更好。台湾出口美国的茶米可能会难其他国家的茶米，这敢会让美国怀疑是咧生产地咧。农粮署表示，这个爱讨论。另外，针对销去美国的茶产业可能受影响，农业部表示会补贴业者利息，有关贷款的额度，嘛协助拓展市场来应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处理警察人事条例复议案，佮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去针对关税做专案报告。今仔日民进党团报告继续占领主席台抗议反废死、反戒严的公投，是改造提案要将南北62位立委移送纪律委员会。也毋过去互南北两党来封杀这个提案，也通过公投案的议事录。另外，佮将警察人事条例复议案也封决掉。伫立法院议程中央放拍红车的大字议事录，民进党团不愿顶个月25，立法院甲反废死、反戒严两项公投案直接交付议讨，小连续真侪届阻碍立法院的议会进行。暗过11，无过占领主席台，由武道专门讲提案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内的62个南北立委移送纪律委员会。
毋过伫那边人数的优势，提案互人封杀，议事录嘛宣告通过。所来处理警察人事条例复议案，因为行政院认为修法明定警察、消防等人员每个月的退休所得相关增加到80%，而且会当为演过开始算，安尼造成一般公务人员甲警消人员的对立，嘛拖退国家的财政，而且有阻碍无法度施行的所在。这是反年改的法案，这是反对下一代的法案。行政院没有办法来报告，立法委员也没有办法直球对决来质询，所以国民党就是心虚。当人民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这些警消是往人们逃难的反方向去接近这些危险，去用生命来保护我们的国人。那政府本来应该就要对他们献上最高的敬意。这么郑重的呼吁，请给我们的警消人员应该有的保障。不是给多高，只是希望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有尊严的，退休是有保障的。立法院对复议案搁再上演表决大战，不过因为民进党立委人数较少，一定复议案也是会互人否决，将为行政院长杜英泰第6届复议案失败，创下咱国宪政史上的历史纪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国配偶嘛是南投县政议员的苏雪燕，和内政部依照违反国籍法解除议员的公职。今仔日苏雪燕提起行政诉讼救济，甲内政部长刘世芳、陆委会主委曲水正等人讨100万的赔偿。苏雪燕主张袂当用外国人适用的国籍法来要求伊放弃原本伫咧中国大陆的户籍。不过陆委会强调，中国大陆人毋是咱的国民。我们不是次等公民，我们是亚细尔孤儿。大声发口号声援中国籍配偶，讲家己是亚细亚孤儿。从南投县中国籍配偶议员苏雪燕，进前去互内政部以违反国籍法解除议员的公职。苏雪燕毋但批评这个举动是互38万的中国籍配偶变做次等公民。11日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救济，要求内政部长刘世芳、陆委会主委曲水正等人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求偿100万。现任的这些的长官，他们带头在做违法违宪的一个动作，来霸凌陆配的一个公职的参与公职的权益。大陆地区人民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啊，但是他还没有国民的地位而已啊。陆委会故意不跟你讲清楚。故意跟你扭曲，然后呢，制造出一个什么？你必须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苏雪燕感叹，讲中国籍配偶哪像去奉夹一个两岸政治斗争当中的牺牲品。律师刘振华批评讲，依照宪法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陆地区的人民就属于咱国的人民，无属于外国人。是相关单位错误引用国籍法，要求中国籍配偶都要放弃外国国籍。不过陆委会车接已经反驳相关的讲法。宪法23条规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是中华民国国民。大陆地区人民，他并不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如果大陆地区人民本属我国国民，那我们就应该让他可以参加健保啊。但是就没有。杨文杰表示，苏雪燕提出的诉愿已经去互驳回，这阵搁再提起行政诉讼，用的理由就是大陆地区的人民嘛是中华民国国民。不过，若根据国家赔偿法，若毋是国民，就袂互因国赔抬举。强调大陆地区的人民无属于咱国的国民。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台东伫咧七八暗时发生火烧厝，迄当中有找到一个查甫厝脚的遗体。不过，经过警消调查，伫咧现场是搁再找到另外一个厝脚的遗体。经消防人员后续进行火场调查时，在2楼房间内杂物堆中发现一具大体。本分局接获通报后，随即派遣监视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勘验搜证。经查，该名死者为居住于2楼之房客，并已报警检察官相验。警方表示，伫咧这场火灾发生了后，有2位厝脚失联，一位是大先找到的这个查甫厝脚，即马搁再找到的是住伫咧2楼的查甫厝脚伊的遗体。这场火灾拢总造成2个人死亡。因为受到怀疑，姓林的查某厝脚是好人放火，不过检方是已经改申请羁押核准，进一步要来调查火灾原因。继续来看到高雄有家长控诉，伊咧读外侨学校的3年的囡仔，受到因同学也有学长的霸凌，红卜巴肚也有扇嘴皮等等，学校所拢无要来处理，通报教育局嘛无得到改善。
因为校方即马是表示讲，因已经咧调查这件代志，市府嘛已经请学校来进行校安的通报，随时追踪。放学看到新闻来接小学3年的男同学慢慢抱起来，这是伊读小学了后的日常。家长当作伫学校成绩好、真大心的男童，逐工读册拢真欢喜。最近却发现伊疑似有2档的时间互武力。言语的霸凌，或者是行为的霸凌，或者是校方不积极处理一些事情的霸凌，我觉得就是让我们这几天才发现的。家长讲，家己囡仔读外校学校，顶礼拜接到学校通知，讲伊耍耍碰到同学目睭，对方家长去报案。先了了解知影囡仔毋是故意，所以嘛问出伊疑似互4名同学还佫校长武力，北方对巴肚拍卡只片扇喙皮，嘛互囡仔袂想要读册，被检验出有不足的状况。家长指控学校处理态度消极，通报市府嘛无明显改善。Bullying is a serious matter, and we are taking it seriously. Right now, the school is conducting the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these allegations coming from the parents. That's all that we can give for now. 学校讲已经介入调查，其他的细节无法度讲。纵使可能孩子有很多他的原因，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告诉你，但只要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可以知道后续怎么处理，怎么协助孩子。日本建议平常亲子互动之间，会当建立信任关系，互因愿意分享。是否即是规定直接着家长真正着随督导学校进行校安通报，照外校学校母国制度规范来启动调查，同时对相关学生进行辅导甲机会教育，是否会持续追踪？公司新闻王刘婷、陈hen坤报道。车北载3500多位旅客对加人港出发的邮轮沙伦纳号，因为船只故障，调伫咧日本奥基纳瓦，晚上下晡就会驶回来到台湾。不过旅客是真不满，因的行程全部拢乌有去，船方嘛拢无及时来解说清楚，所以这阵是造成自救会要求船方得爱退钱，而且退因出对港口登去到厝的交通费用。昔来状况正水，这邮轮就当出国。自贵人港出发的哥斯达邮轮沙伦纳号受到旅客假期，因过吹飞一班邮轮载着3536位旅客，这马上被留伫咧安谢新港。船有技术性问题，然后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也不告诉我们。然后它低楼层就是2楼，然后就有那个油耗味，引擎一阵一阵的声音，然后还有那个就敲敲打打声。船顶的游客真不满。这马山什么拢无算到。原来这台邮轮本来吹飞上船了，吹到那霸港，本来伫吹十暗要去石原岛，结果旅客困一醒起来，船拢无叮当。到暗时，搁再被扭去安谢新港，上尾才通知讲会伫咧11下昼回航。其实满头问号，因为我们正在排队要下船，他们的护照影本就被收走了。尤其也不满船公司本来是11下昼2点要回航进前，会当自由活动，怎么也临时取消，所有行程拢挥发去。哥斯达邮轮原本预计在11号早上9点就抵达基隆港，实际来到基隆港务分公司大厅空无一人，也挂出取消公告。贵人港规个康罗索，甚至有旅客本来是车救好啊，怎么连原本按算11中昼要出发的后一班邮轮，也伫前一天才通知临时取消。真侪人来了坐无船。那其实大部分的旅游不便险都是有限定航班或是定期航班哈。那像一些我们常说的邮轮哈，其实都是不算在定期航班里面，所以都是没有理赔的。哥斯达邮轮也发声明讲取消船班，并且提供游客转坐其他时间的行程。不过大部分的旅客是无法度接受，恐吓一个等待上尾来协调结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宣布未来对中国香港寄过去的包裹嘛要加扣税。外界就咧烦恼，这对中国先寄来台湾，再个转过去美国，闪这条钱的行为会变个较济。咱的财政部长曾翠芬表示，目前咱国内若是对国外买物件寄转来，这金额伫咧2000块以下的，一档有6件会当免税。面对中国的包裹违规伫台湾转运的问题，因嘛当咧研究要调整相关的规定。
过去真侪人可能是透过网络买物件，还是代买对国外进口货品来台湾。照国内现行的免税优惠制度，纳税义务人半年内进口货物只要完税计销伫2000块以下，就当有免税优惠限600。财政部长曾翠云伫立法院质询讲，当地思考敢要调整有条件免税。如果有真的自己喜欢，还是会想买啊。不过就只是多付一点钱。若是民众反倒讲未来买进口货品计销会起，国内代买业者和海外物流中心嘛烦恼受冲击。代购现在的利润非常少，已经市场蛮透明化了。然后如果再增加税务上面的负担的话，那相对来说利润就会减少，就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万一政府那边的调整力度强度够大的话，可能国际运费势必是会上涨的。财政部会建议检讨金额较细包裹的免税措施，是因为美国要开始对这种对中国和香港来的金额较细包裹加扣进口关税，和外界反倒讲，敢会造成中国货品违规转运来台的数量变多，进一步造成国内制造业无公平的现象。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台湾进口的这种金额较细的包裹，三大来源国，中国是超过50%以上，国内是香港和韩国。为着要防堵违规转运，财政部是透过高风险货物必须检附许可证来事前预防，再个透过系统专门比对出口人和货名，查到违规相关是罚代票300万。免税的标准2000块，是不是要做一个调整？这个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做一个分析的部分。对于我们认为高风险的厂商，我们都会定时的明册给经济部，然后他们对于在核发有关产地证明或许可证的时候，要更加的严格审核。为了防堵违规转运，财政部是用3关的防线来把关。另外，金额较细包裹的免税措施敢要调整，财政部搁在建议会参考国际趋势，再搁下部会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和罗西亚初10搁再达成协议，完成交换犯人。罗西亚这边是放出一个罗西亚的美国一个芭蕾舞者，因为伊捐钱来援助乌克兰，所以去予罗西亚指控叛国，判刑12档。原来美国这边是放出一个防指控违法将电子零件出口予罗西亚的查甫人。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第2任上任以来第2届进行交换犯人的行动。俄罗斯的美国籍的业务芭蕾舞者卡列琳娜，对白色的箱仔车内准备要坐飞机转去美国。伊伫去年2月转去俄罗斯探亲的时阵被逮捕。俄罗斯的法院以叛国罪判刑12年，理由是伊拨捐52颗美金，予一个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慈善机构。Ksenia was detained in Russia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will soon be reunited with her loved ones. We have not forgotten about all of those who Russia continues to unjustly detain, including American Stephen Hubbard. 卡列琳娜伫咧甲美国公民结婚了，摕到美国国籍，住伫咧洛杉矶。这是美国总统川普1月上任了，第2遍达成美国换犯人。美国是绑德国、俄国双重国籍的比卓夫，伊被控非法向俄罗斯出口电子零件，提供和俄军合作的制造商。川普除了感谢俄罗斯同意换犯人，也佫讲希望赶紧结束俄战争。We're really looking to get that war stopped. They're losing 2,500 and even more than that. Young people a week. They're Russian and they're Ukrainian. They're not American, but they're people. And we're seeing if we can get it stopped. And I think we're making progress. 乌克兰议员继续受到俄军的无人机攻击。英国哈利王子随着宣布已经去乌克兰访问，包括参观一间伫咧利沃夫的国科诊所，也有替受伤的人进行重建手术、免费换义机的医疗中心。哈利王子是第2位访问乌克兰的英国王室成员。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来看美国纽约有一架观光直升机，那像伫咧空中散行，载落去下迪讯号。机顶包括驾驶，也佫有德国科技公司的主管一口罩，拢总3个大人、3个囡仔是全部不幸死亡。目前这件事故的原因也佫在调查当中。78名怪兽将直升机残骸为哈德逊河鼓起来，落机身的金属架啊，伊的玻璃片啊看起来已经无完整。根据现场人提供的这个影片，直升机是用倒头载方式落落去。迄时阵，一个住伫后边的居民亲目睭看到这个过程。It sounded like several gunshots in a row almost in the air, and I saw a helicopter, and it looked like pieces were falling off. I watched it
splash in several pieces. 当局7日下晡3點17分接到報函，出動水槍救援趕到現場，直升機的機把向頂懸。這是一隻觀光直升機，包含駕駛在內，全部攏罹難。新聞指出，罹難者是德國科技公司新聞組高階主管艾斯科巴一家伙仔，因為西班牙到紐約，原本只想要為空中看曼哈頓海岸線。3 adults and 3 children were on board a Bell 206 helicopter that had left from the downtown Skyport just about 3 p.m. The pilot and his family visited from Spain. 根據飛行追蹤網站，直升機為曼哈頓下城啟程，在自由路線上附近設置鏈，沿哈德遜河用300公尺彎道飛過喬治華盛頓橋，到月頭飛向南之後，在紐澤西州附近最後停落來。哈德遜河頂端的飛行航道是一條真受歡迎的觀光路線。直升機落落去的時陣，天氣熱風，風速每點鐘16到24公里。根據當地天氣報告，上大陣風每點鐘40公里，地面能見度16公里，在良好的範圍。美國聯邦航空總署以及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對這個事件調查當中。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南韓的憲法法院頂禮拜通過總統尹錫悅的彈劾案，在6月初3進前，就要重新來辦總統大選。目前這民調支持度相關的是上大在野黨的黨主席李在明，但也是調職務正式來宣布參選。 진짜 대한민국을 만들기 위해 대통령 선거에 출마합니다. 这个12分钟的參選影片，李在明用感性的訴求對南韓人民表達當天伫咧過去啊，伊要在南韓人的希望，做偉大人民上優秀、上適合的工具。發布這個影片的前一天，伊拄啊是在野黨加共同民主黨的主席。 그런데 당 대표를 어쨌든 퇴임하는 이 장면이 저 주가 지수를 보니까 정말 가슴 아파요. 엄청나게 많은 사람들이 고통받고 있겠지요. 李在明伫參選影片提出起倡議，也就是南韓倡議的國家發展願景，伊要發展經濟、培養人才，閣要實現英國抗日運動家金九文化強國的心願，並發揚南韓民主，用軟實力帶領全球發展。 많은 사람이 희망을 가지고 행복한 삶을 꿈꾸는 그런 세상이 봄날 아니겠어요? 진짜 대한민국을 만들고 싶습니다. 그냥 이름만 있는 대한민국이 아니라 진짜 대한민국. 外交方面，李在明較早捌互人講是親中派，因為伊捌公開表示過台海問題甲咱有啥物關係。不過李在明伫參選宣言上新的表態是韓美同盟、韓美日合作真重要。啊，不過愛先顧國家利益，看起來是即馬暫時先顧現實。 2024年國會大選剩4個月，參選的李在明伫釜山造勢活動，去互野島的查某人杜鵪鶉受傷，住院8天。其實伊伫2017年就捌競選共和民主黨內總統初選，甲尾煞輸予文在寅。2022年南韓總統大選，李在明閣再出來選，閣得到黨內推派參選，甲尾煞以25萬票，較無1/1，輸予國民力量支持的尹錫悅。 即馬李在明宣布參選，各地民調領先真濟。韓國總統大選也正式展開序幕。目前已經有另外2個人表態參選，攏是保守派執政黨國民力量黨，一個是尹錫悅政府前勞動部長金文珠，另外一個是第4屆參選較有中間選民歡迎的安鐵秀。國民力量黨的前主席韓東勳一定原來真緊加入戰局。公視新聞洪如梅編譯。 鏡頭轉來看國內，苗栗有一個退休的民眾去當到假投資的詐騙，已經風拐40萬塊起啊，又閣要將價值800萬的不動產以擔保金額75萬，將這抵押權設定予青雲人。好佳在地政單位有趕緊來通報予警察，阻擋民眾受騙損失。出來啦！ 警察抓到這個查甫人，伊涉嫌騙被害人的房產去辦抵押設定，加在有隨抓到人，甲被害人的房產保掉的。这个房設定權
一旦成立，真的我们已经就是没有房子可以住。苗栗检警和地政单位今年4月成立科技地籍移动平台，透过3方通报机制防治诈骗。平台对2月初开始运作。苗栗地政事务所3月初就接到通报，讲一个大概是60岁查甫人去办理价值800万的土地房屋设定，而且这抵押款人不是金融机构，担保金仅75万，认为有问题。如果债权到期没有清偿的话，他的抵押物会移转给抵押权人。其实这几个条件对当事人都非常的不利。来针对这些作为来做出禁止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强制处分。地政单位表示，担保条件和不动产价值无成比例，而且清偿条件真明显对当事人不利，所以通报警方认定是诈骗。律师也表示讲，一般民众会当便透过地政署对当办理抵押设定，万不伊若无注意，就有可能造成损失。当我抵押设定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在我的土地上是有优先债权。那因为当然我可以说你是诈骗集团，我不认账。可是这个诈骗集团会把这个债权转给第三人，叫善意第三人。只要是善意第三人登记下去的话，你连对抗都没得对抗。任何一个条件是不相当，或是异常，或是连对方是谁都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不要贸然的抵押设定给别人。律师提醒，抵押设定是在不动产贷款交易当中一种的法律程序。若准当事人无法度还钱，这款人会当根据着抵押权向法院申请拍卖抵押物，或者是将这款转移。民众在咧办理进程呢，要特别来注意。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为着要改善空气品质，云林县府针对电厂管制空污的制作，大数未了的气电厂是已经有一个乡土团机组伫咧去年底停止运转。其他2个机组嘛，按算伫咧今年甲关起来，预估一档会当减少1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部分的民众是希望县府嘛当来管制其他厂区，减少空污产生。大数未了气电厂有3组小土团机组，去年底有1组已经停止运转，也其他2组按算伫今年9月也有年尾来停放。等到3机组总度一档大约会当减少1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改善空气污染。整个麦寮电厂，它在除役的过程当中，一部机组就接近减少了大概300万吨的一个 CO2 的排放。那3部机组的话呢，就将近1000吨的一个1000万吨的一个 CO2 排放。我想这个对整个环境都是有利的。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讲，为了改善云林的空气品质，县府针对电厂污染进行管制，这个推动能源转型。未了电厂要改烧天然气，也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环评嘛，伫咧2022年通过，接收站的规划设计嘛已经完成。天然气接收站在2022年就已经通过环评的部分那一直还没有开发，就是因为整个台湾的一个电力的一个调度的一个政策。那我想这一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中央这边紧速，那完成这个电力业的规划，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把麦寮电厂这部分可以转型成天然气台塑六轻整厂的用电的使用配比跟使用方式，我觉得都要做全体的考量，才能够真正的改善整个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当地环保团体表示讲，卖电3机组年尾停放，地方真期待，嘛希望6轻会当伫其他厂区搁再减少污染。也环保局讲，3组小土团机组停放了后，爱先拆除，再改做天然气机组，接收站的工期大约爱4-5天，可能爱等到2030年才会来供电。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环保的议题。伫咧今年初，高雄南区的焚化炉火烧了后，有1900吨的粪扫暂时无法度处理，是囤伫咧大寮。当地居民怨叹讲，到今已经过要2个月啊，煞也未处理煞。环保局表示，这南区的焚化炉这个月初是已经恢复运转，目前是陆续咧处理事业废弃物甲粪扫。囤伫咧大寮的粪扫是按算伫咧5月底会当处理好势。这一粒白色的太空包，拢是1月底小港南区焚化炉烧起了后，无材料处理的粪扫。自2月底开始，总共1900吨都一直囤伫大寮掩埋场，甲单已经要2个月啊。目前还有1500吨放伫遮。附近山顶里住户甲掩埋场上近，敢若100外公尺。居民讲，袂当因为因遮较庄卡，就无要无紧。市府这款处理效率真正袂通。想要紧的拢处理掉无？本来就是啊，因为影响到阮的生活啊。那常常就是我们下午收工回来的时候，还是闻得到味道，可是没有像之前那么重啦。可是总是
总是想处理好嘛。这类粪扫到底当时要处理好势，有可能非议员拢积极。高雄市做焚化炉，一年会当烧100多万吨的粪扫，敢若一座炉啊烧起，就发生粪扫危机，敢是调度有问题。环保局强调，南区焚化炉这个月月初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包括事业废弃物，一天上最会当烧850吨，这1500吨的粪扫已经到在消套当中。为什么明明它是家户垃圾，应该要优先来焚烧的，却把它堆在旁边，制造居民的困扰？民众抱怨连连。所以局长，请告诉我完整的你们的检讨改善。人武跟冈山还有一个整改的炉子，所以这个大概月底左右会执行完毕。执行完毕以后，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去把这些垃圾去进场做气化，而且南区场的3炉已经起来运转了。环保局表示，一般粪扫较歹烧，必须爱甲事业废弃物做回收，才有法度处理好势。月底人武公山的炉啊会整改完成，到时会当提升整体粪扫处理量。再加上南区焚化炉，按算5月底进程会当甲大寮1500吨的粪扫拢在去烧。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场报道。伫高雄桃园的梅山部落，发现有一只台湾乌熊踏到山猪条受困。林保署接到通报了后，赶紧参兵科大团队到场，要去救这只熊。确认到这只乌熊干那皮肉着伤尔，但若肉嘴摕，就会当就地野放。这嘛正做伫高雄通报受困甲野放的头一只乌熊。切挂的乌熊向草埔走去，高雄桃园梅山部落，一个民众车到中昼伫梅山农路。发现有乌熊受困山猪条，林保署屏东分署接到通报，找来兵科大救援团队，将乌熊麻醉刷去安全的所在减伤。精神都还蛮警觉的，中的陷阱是粗的，压迫的面积会比较大，才可以分散掉一点伤害。发现的时间比较早，所以他的受伤也没有到真的很严重。当场就是对右前肢第一指那个部位剃毛刷洗，然后现场缝合。桃园区3月底才有帮农发现乌熊走来偷食物，无到2礼拜，佫发现乌熊受困。这只受困乌熊是已经独立、体重大约45公斤的亚生年母熊，但有正病征迹，因为限制受伤，救治了后原地野放，是高雄第一个野放的乌熊。市售的列具跟改良式列具的差别，主要是直径大小不同。只要是小于12公分的改良式列具，都可以避免误捕到黑熊。山区部分农民为着防止受害，会放山猪条顶限制。林保署呼吁民众会使向分署还是工作站领改良式蜡具，避免掠到乌熊。嘛提醒民众掠到保育类野生动物，唔通家己处理，一定要通报并协助救援，才会使免除法律责任。公司新闻单环务柯正顺高雄报道。劳动部公布工课场所性骚扰案件的通报系统实施一档的统计结果，去年拢总有1577件通报6成案件成立。另外，性平等工作法修法通过了后，有要求这头家主管机关得要提供被害人的心理咨商、法律等等才会协助。不过，现代妇女基金会指出，目前这各项的资源是拢真分散，建议要合作甲整合。2023年，台湾出现一波 MeToo 运动，也对受害者经验内底看到性骚扰欠缺正式受害者的支持系统，嘛因为 MeToo 运动促成性平3法的修法。劳动部伫去年3月建立这场性骚扰通报系统，根据统计，113年度新诉件数计共1577件，女性比例占88.6%，成立的件数有949件，占60%左右。劳动部表示，修法过了后，有加重对雇主或者是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必须要提供被害人心理咨商、社会辅助的资源。性骚扰这个调查，对这个行为人的相关的这个惩戒之外，应该还要在就是提供或者是转介被害人一些心理咨商、医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必要的服务。现代妇女基金会观察劳动部的统计，最近一年捌伫这场拄到性骚扰的女性大约3.6%，其中有提出申诉的大约1.2%，预告申诉量应该爱有4万多件。不过实际透过通报系统申诉的人真少，基金会表示，真侪人要是会惊通报了后伫工课上互刁难，所以选择偏向网络刷刷去。另外，基金会也观察到，目前这场性骚扰煞无通比较一般公共场合的性骚扰事件
有统一的单位提供资源的资讯。现在目前性工法的部分的被害人不是这样子，他必须得要奔波在这样子很多不同的窗口里面去寻求资源。你想想，发生一件事情之后，你要联络5个单位，然后5个单位对你来说能不能提供服务，都还是保持一个就是不确定的状况下，对你而言，这个服务资源是好用的吗？一定是不好用的。因为目前的资源四散伫各单位，对被害人来讲，需要一个直接是真无优先的做法。基金会呼吁劳动部通考虑建议社政和劳动部门合作，整合这寡提供予被害人的社会服务，建立更加完善的支持系统。记者中嘉记柯敏哲台北报道。咱台湾的病院即马毋若欠护理师，连医检师嘛是流失人才真严重。真侪人拢去互生技产业误去，医检师已经正做这5冬来各大公立病院欠人第2剂职务，担头愈来愈重。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就呼吁，爱修改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重新来检视人力的需求。关着酒廊，医检师正细腻甲检体归类了，结果进行后续的处理。在新冠肺炎期间，面对着这么多检体超量负荷。疫情了，真侪人拢真忝，想要换头路。再加上生技产业怎么发展甲真好，也有一寡医检师互人用关心税诱去，人力继续流失，互真侪一个留伫咧医疗院所的医检师负担是愈来愈大。被问了一句话，就是这份报告什么时候会出来？留下的人就只能被迫加班，一直加班，同时过劳，恶性循环没有改善。医师检验产业工会指出，医检师业务是会看、健检、病房甲门急诊。这卖人力配置是用病房来做基准，需求比较高，应该改由检验处方单来做评估的标准。台湾医疗工会讲，伫这卖人力设置的标准已经甲现主的情形完全拢无符合，这就是关系到急动增加呼吸治疗师要同款的情形，尤其伫最近急诊人真多。呼吸治疗师定来就要拍药剂，四季支援。没有专责照顾之下，我们可能会跑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像急诊哈，急诊大部分都设置在1楼，所以加护病房如果在4楼、5楼，甚至有些大楼是10楼、11楼的时候，它要经过电梯，甚至有时候时间不够就要跑楼梯。到底它是在特定的病房、特定的场域，还要另外再增加一些额外的规范，或是用总服务量来定，那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对医疗工会联合会呼吁应用个人化加医疗现场的需求，修改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合理化医术人员人力配置。卫生部医事司回应讲，将会伫咧计划机制，透过病院评鉴加第一线医护人员来讨论人力的需求，依照无同的情形采取应对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根据卫福部统计，这5冬内国内平均当年有26个囡仔受到照顾者的不当对待，造成死伤。其中有8甲5成的个案有出现脑伤的状况，尤其1岁以下的囡仔是占上多。今仔日卫福部就邀请到专家做伙来讨论，希望会当减少囡仔受到伤害。看到这一张照片。好，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一定是非常揪心。小小身躯刷插满医疗器材，迄就倒伫病床顶悬，规身躯拢是伤。饲囡仔伤过忝，照顾者一时情绪失控，造成囡仔无法度挽回伤害。根据卫福部统计，为109年到113年，台湾每年平均有16个至少遭受照顾者不当对待，致使严重伤害或者是死亡。其中将近5成案件有受激性脑伤，各有15%以上囡仔都安尼死亡。受虐性脑伤是所有儿童虐待形态里面最严重的一种虐待，它死亡率非常高，高达1/4。那如果存活下来，7成以上会有神经功能永久的损伤。统计资料也显示，严重受激性脑伤的囡仔，年岁分布伫1岁以下占上多，占73%；1岁到2岁是19%。虐待囡仔照顾者理由千百种，卫福部保护司司长张秀恩表示，家长对囡仔发生受激性脑伤，第一时间大部分是否认虐待行为，佫常常向意外跋倒做借口，或者说还带孩子出去，山路比较颠簸，然后就赖给这个
赖给这个山路颠簸所造成。总之，它就是一个卸责。研究显示，家长有强烈情绪，关家囡仔可能造成囡仔生理、心理甲行为的负面影响。除了身体受伤以外，也影响囡仔大脑智力发展。临床心理师蔡明官提供家长饲囡仔应对方法。照顾者就离开现场，你不要看到孩子，因为有时候你看到孩子，他就会一直诱发你，让你很不舒服。孩子不会因为你暂时离开一下下，就会有什么样子严重的问题。反正你一直留在那边，我们觉得风险会比较高。进前由公民团体号召提案的建立儿童工作证制度提案，7月宣布已经超过坎站，面对离校安全漏洞，赶紧建立政策。张秀燕署长回应，针对家外案件，未来有机会纳入儿童甲少年福祉甲缺药保障法来修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网球协会公告2025年培育优秀运动员的补助计划。咱的网球选手谢淑薇的小弟谢正平表示，这补助办法新增加要伫咧世界单打排名800名以内，或者是双打500名以内，才会当来申请。规定这补助是规定变来变去。谢振鹏伫咧脸书贴出网球协会前天才公告114年度培育优秀也是潜力运动选手计划。伊讲又搁要原地退休，打拼半年到台湾男双第4名，雄雄又搁无钱啊！因为今年是增加世界排名单打爱伫咧800名内底，也是双打伫咧500名内底，才会当申请。即马世界排名男双549是无法度得到补助。有拿到这些补助的这一些人，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充分的运用这些补助去参加一些比赛，所以我们才会拟定了一个这个双打500、单打800的这个排名，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网球协会表示，选训委员考量有选手符合补助煞无真正来使用，才会做这个决定。若是排名只是标准，互选手有目标。台湾运动产业协会理事长是表示，理解排名内底才会当申请，也毋过协会定办法进前，刚有明确的讨论结果，刚有提早来通知。我其实昨天有接到别人的电话，他们现在排名可能就是双打600多、500多，那你拿不到，那我觉得会有一种相对的被剥夺感。你在论述这件事情，他们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被讨论的？而且是提早公布。柯正贤指出，大学也是高中拄毕业转职业，无法度入去排名。谢振鹏也是庄籍生为0开始转来，这种状况嘛爱特殊来考量。协会定办法爱更加有逻辑甲架构。体育署表示，已经请协会评估排名的门槛暂缓1年实施。这个门槛的部分可以延议说是暂缓实施，怎么样定出合理的名次的部分再请协会再听取各界的意见，再做下一步的一个规范。网球协会表示，是收到体育署的建议，也毋过爱修改，爱经过选训会议来通过。若是通过，会报体育署来核备，选手的补助应该无受影响。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文化部对去年开始推出台语家庭的计划，目标是2026年要达到4万户的台语家庭。各县市嘛拢有举办各种的台语活动。也其实客委会已经实施客语家庭的计划有17档，累计有4000多户的客语家庭。也客委会表示，讲要发展这母语上界困难的，也是要安怎互人愿意来开嘴讲母语。有学者认为讲，就要来增加社会奖励机制，也佫有增加工作机会等等，才会诱因接到。带大家做伙来看台语台系列报道。出甲鸟啊来作秀。公告苏进刚带大人囡仔用台语来唱念。文化部自去年开始设台语家庭计划，打算要达成2026年4万户的目标。在各县市办各种的台语活动。其实从客委会实行客语家庭这17年来，累计4218户。客委会表示，这多年来上困难的，要是要安怎让人愿意开嘴讲，因认为增加使用环境是上要紧的。鼓励县市政府在他们的这一些地方的有线电视媒体上面或者是办公环境对外宣导的政策提供客语，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客语是我们这地区的通行语言了。客
客委会根据客家基本法，伫咧全国有规划70个客语通行语地区，通对制度面积极对学校公部门要求爱讲客语。研究客语社区营造的学者张学谦表示，台语在台湾有7%的人口，政府其实嘛通设台语通行语地区。另外，伊认为要增加台语环境，通像英国威尔士语共款，要有社会奖励机制，提升工作机会等等。伫学校的教育做有教育，有教育的时阵，有一个影响，就是讲伊变做知识的语言，搁伊带来工作的机会，所以咱要复兴一个语言吼，毋是讲语言复兴尔，嘛是咧安排你的语言的即个奖赏制度。另外，台师大学学者柯惠如嘛指出，政府无应该甲台语发展干那归类在文化甲教育，台语的实践甲发展应当爱愈全面，互民众通意识到台湾的道语环境，然后进一步愿意开喙讲。伊也建议政府通对店家员工的语言标示开始做。政府来做的，大家通用的即个语言标示。啊，譬如讲有一个，若是有人伊会晓讲客话，嘛会晓讲台湾话，啊，伊就变两个起嚟啊。啊，意思就是讲，即个服务生伊会晓讲即个国家的语言。学者表示，虽然文化部有制定明年2026年要达成4万户台语家庭的目标，不过因认为这无代表台语发展只要涉及家庭就好，上主要要是要安怎互语言使用环境和使用动机有好的循环，才有法度互台语维持生命力。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新北报道。伫咧中华县立美术馆，即阵当咧展览政府技术保存者郭金忠老师的作品，会当看到漆线、按金、彩绘一寡精彩技艺展现伫咧金身甲纸帽啊顶头，要互民众做伙来欣赏这传统政府的工艺。关圣帝君、土地公，阁有观音，一尊一尊台湾民间信仰接看到的形象，拢是中华县传统工艺增补技术保存者郭金忠老师的作品。即阵当地中华县立美术馆展出，写袂少对信仰、工艺有兴趣民众来欣赏。每一本迄个作品吼，甲迄个身份吼，拢感觉足庄严的，啊，所以我足欢喜，我都足详细咧看安尼。你来的时阵，你无想讲你是去庙拜拜，是一个欣赏一场吼，足大迄个艺术品，真侪艺术品伫遮吼，大家会当吼，慢慢来欣赏。郭金忠艺师13岁就开始学西啊，师傅是泉州派的增补名师黄必生，甲其他派系用粉线装塔不相无同，漆线是泉州派上大特色。郭金忠嘛捌学过新名纸帽功夫，甲金属材质做的新名帽比起来，价较轻嘛较下金身，但是即阵已经愈来愈少人咧做。纸帽啊，伊就是讲究较轻。哦，咱嘛咧出去迎神的时阵吼，伊个帽啊较袂落落来。吼，你大桥咧海，还是讲顶桥咧海，伊较袂去哦，甲愈伤着金身。纸帽是每一件拢是啊手工去雕刻，手工去挂，手工去组合，啊，所以讲就较无遐普遍化。啊，会晓做的师傅嘛较少，做会水的师傅嘛较无。中华县立美术馆这边隆重展出郭金忠艺师105件作品，分做原木漆线按金、传统彩绘按金、新名纸帽等等。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展览，互民众了解传统增补工艺技术，用艺术的角度来欣赏民间信仰的文化底底。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北大稻埕逐年拢会举办戏春大稻埕的活动，到今已经办到第9年啊！希望透过导览、体验、看戏等等这方式，互来到这佚佗的国内外游客会当了解到当地文化。这届嘛邀请到有400多档历史的日本阿婆舞来到大稻埕演出。优雅的乐琴声，互听众听甲真美。台北大稻埕充满文化底蕴，嘛是传统戏曲的戏曲。大稻埕创意街区发展协会当年办戏春大稻埕，到今已经第9年。今年要结合传统甲创新，互游客来到这拢通了解戏曲文化。另外，这届嘛特别邀请日本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舞蹈阿婆舞阿瓦奥托里，要来大稻埕演出甲互动教学。
大场顶较早咱遮有足侪这歌仔戏啦、布袋戏啊，甚至是讲咱电影，也是讲这舞台剧的部分。其实咱这个多元的这个戏曲文化，伫咧大场顶是真济啊。咱希望讲用无同的方式来讲出来。协会表示，游客来到大场顶，唔但通看戏，佮通唱歌戏、学翕相，也通学南管、学做戏、红啊等等，来深度体验戏曲文化。另外，这届嘛是国家影视厅中心头届参戏村大场顶合作，要伫咧顶仔卡放台语片，是林团手导演伫1965年拍5月13上心夜。中心表示，电影内底通看到一架之以前台北下海城隍庙迎城隍的老一画面。那这个片子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修复完成。所以让台湾的观众跟全世界的观众都有机会再看到当时的鸟老类的盛况，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让它回到原地重放这样子。今年戏村大场顶自4月18开幕，有导览通互民众了解大场顶的文史歌谣甲地文化，嘛要用看戏、听戏、耍戏甲做戏的多元形式，带游客最近来体验大场顶的文化生命力。记者卢尚珠、柯炳杰台北报道。天气玻璃在最近天气侪变化，带大家做伙详细来看各地头的气象资料。北部地区对25度至31度，中部地区27度至31度。南部地区28度至31度，东部地区24度至27度，外岛地区21度至28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林雅纯，祝福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新戏剧团带家出武侠戏《白玉堂怒闯东望边》，由孙师培演出尹门市白玉堂，孙师勇演曝光的门生颜春敏，尚小生高峰加入江湖军业大破东望边，让少年时代感受传统老戏的精彩。宝岛大舞台，白玉堂怒闯东望边。看到我生2个囡仔会当这么生，我实在足欢喜。我常常咧想，这敢袂是天的安排？来，恁甲手机当作香，当天一拜，恁就是兄弟啊！来。